王娘不听话，我把你滚上人家。到拐角的王奶奶家，给我拿2瓶酒。爸爸，我还要写作业。学习有啥用？给我拿酒来！赔钱不？咱家的钱都不给我。妹妹真的不要我了吗？继续想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，怎么把鞋子乱扔？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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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锦溪。